启动仪式在台南掌声鼓励。市府新局积极向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申请运动科技应用甲产业发展，推动国民健康中药应用计划通过。透过导入科技运动器材，建立起属于台南的科技运动模式。在启动记者会上，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特别亲自体验科技运动的锻炼。他在进入系统之后呢，他第一次的时候，3、2、1，好，开始。然后针对这个目标数据，训练都需要新的科技。那同时，除了竞技型的之外，我们健康型的这个运动科技也需要。所以今天会从这个开箱中间可以看到有一些能够帮助一些市民朋友们在运动方面能够让身体更健康。其实我说真的，这个两个方向都是同时并进的。竞技型的能够为台南市争光，我们要做；但是健康型的、全民体育的这部分我们要做。所以借着科技，我相信呢可以让大家知道，譬如说有些人年纪大了，这个肌肉会流失，那我们就知道透过怎么样的运动可以让他不会保持会保持更多的这个肌肉，那能够让他过得更健康。这套科技运动模式系统，会让身体民众做初步体能探测，并依照个人的状态建议适合训练，同时更会当追踪健身效果。每次呢，学员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会针对呢他的话，第一次的话进行身体的健康评估跟检测。那借由那一种就是检测仪的部分，它会把数据呢传输到我们所有的那个智能器材上面。那每个学员进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针对他的之前的那个健康评估的数据呢，然后呢去设定一个目标。那他刚开始的时候，他锻炼的时候，第一次他都会有所谓的数据呢，他会传导到机械上面。那随着周期的训练的时候呢，他器材也会去改变他训练的次数。全民运动健身风气愈来愈兴盛。近年来，卫生局积极推广全民运动不遗余力，嘛结合学校、公司、关怀据点、社区发展中心等单位，共同推广运动。随着社会科技发展，借由运动相关科技技术识别协助，互运动期间的目标、数据甲成果，都会当一清二楚，嘛会当提升民众对着运动的自主性甲运动效能。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